总统赖清德弹劾案立法院召开公听会，民众党团的学者林定业指出了赖清德10大恶行。不过，民进党团的律师黄德英马上倒头推啊，伊讲弹劾是恁的政治表演，啊无恁那边好大推动倒架看卖啊呀！ 把总统的这个职位作践了。头一场担任总统的公听会，民众党团推荐的学者林定尧为国家来检验，列举总统的10大恶行，更加点出规避宪法、附属制度和行政体系陷入危险的局面。今天做这个弹劾，就是制裁的开端而已。总统的命令也要经过行政院长的附属，保证。 这个总统不会乱发命令，他不是来对抗立法院的。案件的根源在于行政院长不附属的违宪恶法。那如果是行政院长的责任，那怎么会做弹劾总统？从宪政程序上面可以看得出来，那这样的一个蛇进球员打假球的情况，明显就是为了转移不敢倒戈的心虚。民进党推派律师黄德英回应，在野电影对弹劾案下手，明显是一场政治表演。 民进党团也趁机会将焦点纠正的预算的议题，可以让总预算顺利挂号成功。其实只剩2次的程序委员会，那我们屡次递出橄榄枝，但是他们看起来显然还是要跟人民作对到底，造成今天总预算无法审查，究其原因，罪魁祸首不就是今天弹劾公听会所要弹劾的主角？ 赖清德总统吧。公听会结束后，所有的总理之一甲2日开先发会，邀请赖清德高言说明。总统府也发出声明，强调会尊重国会的相关职权。是讲本会期敢若剩最后13个工作日，希望在野党以国家发展为主，赶紧审查，去年底都应该完成审查总预算加国防特别条例，展开弹劾案的听书，调查继续对立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